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那是狼。在天黑之前，如果可以逃出这片平原，就有机会活下来。一个受伤的剑圣，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想从我手上救人？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！大叔，大叔，你醒醒啊！蓉姐姐现在正在救治一位重病人，所以让我来带她迎接各位，请诸位大哥前辈恕罪。原来是墨家的朋友，太好了。我姓高，名月，大家可以叫我月儿。几年没有来义庄，荣姑娘居然又多出这么个水灵的妹妹。喂，这个月儿是什么人啊？那个龙姑娘又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打听这么仔细干什么？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仗义的门派。墨家祖师爷和我们楚家有多年的交情，在反抗秦国的阵营中，墨家和我们家族也是最坚决的两个。镜湖医庄，这是墨家的一个秘密据点。如果没有墨家弟子的指引，一般人根本无法找到。现在秦国搜查得很严，大家都很小心。这里还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子，她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可她却是墨家最有名的神医。我们就是要请她为葛先生疗伤。她父姓端木，单名一个荣字。一个聋子，居然还是神医，真好啊！月姑娘虽然年幼，可她是荣姑娘的得力帮手，也是了不起的女孩子。
墨家真是一个神奇的门派，这里到处充满着奇妙的东西。天快亮了，这一夜终于可以过去了。快了，前面就到了。有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啊！什么事情啊？千万不能说葛先生姓葛，也不要说他是剑客。不能说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记住，你一定要记住。这上面的字我怎么都不认识啊！这是以前燕国的文字，自从秦国要统一文字，已经禁止使用了。不过在这里，根本不用理什么秦国的法律。这上面写着什么？这是端木荣姑娘定下的衣装规矩，叫做三不救。三不救？蓉姐姐她医术高明，但是有3种人她是绝对不会医治的。第一，秦国的人不救；第二，姓葛的人不救；第三嘛，就是因逞凶斗狠、比剑受伤的人不救。这是什么怪规矩啊？哎呀，反正和你也没什么关系，你记住就是了。蓉姐姐，月儿，路上还顺利吧？顺利。你2天2夜都没睡，怎么不休息一下呢？荣姑娘，好久不见。这个小孩是谁啊？他叫天明，是少羽的朋友。这个人就是月儿的姐姐呀。月儿那么讨人喜欢，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板着脸，好像谁欠了他的钱似的。原来以为范老头那张脸已经够死板的了，谁知道这个家伙比范老头还厉害啊！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次我们村庄遭受秦国鹰爪攻击，幸好这位前辈出手相助，击退强敌。不过前辈也因此受了重伤，所以才来请医仙荣姑娘救治。我这里三不救，梁叔应该知道吧？这个你可看到过有过例外吗？这个人是不是用剑的？荣姑娘何以断定他是用剑的？此人的手以及手臂上的肌肉骨骼都具有常年练剑之后才会有的特点。这个人非但用剑，而且还是一个好手。这位前辈是为了救楚家才身受重伤的。哼，又在撒谎。你们其他人身上都是淤青，并无剑伤，可见袭击楚家的敌人用的是钝器，而非利器。这个人身上没有一处淤青，却有20-30处各种利器的伤痕。如果他因为救你们而受了伤，我可以治疗。可惜他身上的伤都是在此之前受的。把人抬出去吧。等一等，墨家巨子提倡兼爱天下，6国豪杰莫不敬仰。荣姑娘身为墨家弟子，难道见死不救？月儿，送各位大哥出去。荣姑娘，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葛先生。他的确是用剑之人，但不是为了比剑，而是为了与秦军作战呢。他姓葛。
我在问你呢。我没有说过呀，你一定是听错了吧？我说过他姓葛吗？啊，荣姑娘，这个你不要生气。一生救人，天经地义。偏偏你这个怪女人，定出那么多条臭规矩，这个不救，那个不救。我看你的3不救改成1条就可以了，活的不救，那不就更简单了？哼！我还有其他病人，你们可以滚了。世上居然有你这种坏女人！我拆了你的破骨牌！哼！什么人？在墨家的地盘上，可不能杀人放火呀！在墨门撒野，你们的胆子倒还是不小啊！班老头，是你呀！万大师，这个孩子是楚家的朋友，年少无知，您老人家不用跟他生气，多多恕罪，请赶快放了他吧。哼，我想楚家也没有这样的愣头小子。你们交这么冒失的朋友，实在是有点危险呐！哎呀，天明，老头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荣姑娘已经下了逐客令了，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吧！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把你们一个个抬出去？得罪了，我们告辞。少羽，走。走。天明，不用担心，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其他医生能给葛先生治好这个伤。哎呦！站住！荣姐姐，怎么了？把病人还有这个小孩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荣姑娘已经说了，把人留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来抬人？我已经给墨家主人传信了，他收到后会和你们在老地方见面。好吧，我们又该上路了。各位，后会有期了。喂，大哥要走了，也不告别一下。告别？切！
哇！天明，你没事吧？天明。求求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！你每次出去，我就会睡不着觉，即使入睡，也经常被噩梦惊醒。我们的女儿常常哭着要爸爸，求求你！真是啰嗦的女人！不要怪你的父亲。